作为一名脑神经内科医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感到语塞。单单是这种水果就能提高中风的风险。在过去的23年里，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的大脑，无论是透过影像荧幕观察，还是在手术过程中实际将其捧在手中，亦或是目睹它发生在男性的衰竭。然而，对于我在医学期刊中发现的那些大型食品公司不想让你知道的隐藏资讯，我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关于某些被行销为健康超级食物的水果，它们实际上可能会让你在短短一夜之间的中风险增加高达47%，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共谋。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曾目睹那些经常食用这些水果的患者，最终因为本可避免的脑出血而被送进我的急诊室。99%的银发族长辈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隐藏的威胁。那些因为吃了一种他们认为安全的零食，结果却导致意识混乱和瘫痪而进了急诊室的人数，多到让你无法置信。今晚我要打破沉默，因为你有权知道冰箱里有哪些水果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这段影片将揭露你应该避开的5种水果。除了讨论该选择哪些水果以及如何规避几乎无人提及的中风风险外，我们还将按照潜在健康风险的高低，将这些水果从轻微到最危险进行排名。此外，我们即将揭晓排名第1的危险水果。尽管大多数人每周都在食用它，但它却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让你的中风风险几乎翻倍。我即将提出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基于经过同侪审查的科学研究，以及我临床职业中的真实病例。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您来自哪里、您的年龄，以及您最常吃的水果是哪一种。您是否曾担心过它可能不像您以前认为的那么健康？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阅读，并会针对每一位观众提供个人化的建议。另外，请务必给这段影片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您才能观看到更多类似的微教影片。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开始之前，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今天来自哪里，我会非常感激。请在下方留言，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尽管提出。此外，请确保点击订阅按钮并调整通知设定，这样您就永远不会错过最实用的健康建议。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引起了您的共鸣，请留言1；如果没有，请输入0。如果能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在哪个国家观看，那就更有帮助了。很高兴能与大家交流。总之，让我们切入正题。排名第5的是香蕉。因为大多数人相信香蕉是健康的理想食物，所以它们实际上隐藏住危险的事实令人震惊。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有422毫克的钾，这是极高的钾含量。对于60岁以上或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物的人来说，如果摄取过量的钾，更有可能经历危险的血压飙升。尽管钾对于维持心脏功能至关重要，但让香蕉成为潜在危险食物的机制却出奇地简单。摄取大量钾可能导致血管迅速收缩，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血管痉挛。脑血管的突然狭窄会减少血流量，这可能导致多种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以及其他潜在并发症。根据2019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 Journal of the Neurological Sciences 上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追踪了400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发现每天食用超过3根香蕉的人，其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了21%。我还记得林女士，退休教师，67岁，来找我看诊的情形。当时她左眼突然丧失视力。
他一直以为香蕉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因此每天早餐都会吃2根香蕉。我们为他进行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他的钾离子浓度高的危险达到每公升 5.8 毫摩尔，这明显高于正常范围。高钾浓度导致他的心律不整，进而形成微小血栓，最终流向了他的大脑。当人们将香蕉与特定药物结合使用时，他们将自己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某些药物，如保钾利尿剂、血管张力素转化酶抑制剂 （IC inhibit） 和大受体阻断剂 （beta blocker） 已知会导致体内钾质流增加。将香蕉等高钾食物纳入饮食，会为中风风险制造一场完美风暴。在我们调整了林女士的饮食和药物，包括从饮食中剔除香蕉，并用苹果等低钾水果替代后，她的症状在3周内完全缓解。如果你是香蕉爱好者，这是最谨慎的做法。如果你想减缓吸收过程，你应该每隔1天只吃1根小香蕉，并且一定要搭配蛋白质食用。苹果仅含有195毫克的钾，而莓果类虽然提供相当的甜度，但钾含量显著较低，这2者都是更好的替代品。为了让钾的摄取发挥最大效益，重要的是要将摄取量分散在1天之中，而不是一次大量使用。等你听到下一种让送进我急诊室的病人比其他任何水果都多的水果时，你会大吃一惊。如果你觉得香蕉值得担忧，那你真该听听接下来这个。排名第4的是葡萄。尽管外表看起来无害，但葡萄隐藏住一个潜在的致命秘密。食用这些浓缩了天然糖分的小水果，可能会导致你的血糖飙升速度比吃糖果还快，从而引发直接影响中风险的新陈代谢灾难。一杯葡萄含有23克糖，相当于将近6茶匙的糖。所有的糖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吸收到你的血液中。一种称为血糖波动 glycemic variability 的现象是中风与糖尿病之间关联的主因。当血液中的糖分突然增加时，你的身体会透过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应对。由于胰岛素的激增，血管会发炎，这增加了血凝结的可能性。根据哈佛医学院进行的一项指标性研究，该研究对12名参与者进行了为75年的追踪，结果发现，每天食用葡萄的人，其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比偶尔食用葡萄的人高出31%。陈先生，会计师，58岁，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位病人。人们常看到他在办公桌前边工作边吃葡萄。在右手臂麻木了20分钟后，他来到我的诊所求助。核磁共振仪显示他的大脑有多处微小的损伤区域，也就是所谓的静默型中风。当我们监测他的血糖时，发现在他吃完葡萄后的30分钟内，血糖值从95 mg/dl 升至180 mg/dl， 1小时后又骤降至70 mg/dl。 对于特定品种的葡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正在服用单氧化酶抑制剂毛益一种抗忧郁药的人，如果食用红葡萄，因为其中含有酪氨提拉明，可能会面临血压严重飙升的风险。有些病人因为不知道这种交互作用潜藏的中风风险，而不幸发生了致命的中风。此外，葡萄经常经过大量的农药处理，这些农药可能积聚在果皮中，
这与农业从业人员中风险增加有关。为了康复，陈先生必须从饮食中完全剔除葡萄，转而食用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我们用小黄瓜片和圣女番茄代替了他的葡萄零食，这不仅满足了他对多汁甜食的渴望，还防止了他经历潜在有害的血糖飙升。随后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没有新的损伤，手臂麻木感也不再出现。对于葡萄最谨慎的做法是将其视为甜点，而不是营养食品。为了降低身体吸收糖分的速度，一次食用不应超过5或6颗，并且应始终搭配含有蛋白质和脂肪的餐点一起食用。更危险的是，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吃冷冻葡萄，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比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的量。在介绍了令人不安的新研究后，我们名单上的下一种水果是医院已经开始从病人菜单中移除的水果。第3类是柳橙。尽管维生素对维持健康的血管至关重要，但对于已经属于高风险族群的人来说，柳橙本身却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中风。这是医学领域最大的矛盾之一。然而，危险不在于维生素本身，而在于一种称为呋喃香豆素 （Franocomarin） 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够干扰数十种药物，并可能在食用后数小时内导致血压飙升。2020年发表在国际中风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oke 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5名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物的成年人。这项研究带来了最令人震惊的发现，在这些人中，定期食用柳橙或柳橙汁与出血性中风风险增加44%有关。其中一个机制涉及柳橙会抑制肝脏中一种称为 CYP34 的酵素，该酵素负责分解药物。如果这种酵素受到抑制，血液中的药物浓度最终将达到中毒水平。尽管王女士退休护理师71岁，本该更清楚这一点，但即使是医疗专业人员，也容易受到水果产业行销的影响。当她到达我的急诊室时，她正忍受住一生中最剧烈的头痛，血压高达120/210。虽然她正在服用阿维德平、昂洛迪平一种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来治疗高血压，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在一大早喝新鲜柳橙汁。由于这种组合，她体内的药物浓度增加了3倍，导致脑部发生轻微出血。然而，药物交互作用仅仅是个开始。柳橙的酸度值为 3.5， 会导致牙齿珐琅质腐蚀，并引起食用者口腔和喉咙持续发炎。一种称为口腔全身连结的机制已被发现与这种口腔发炎相关的中风性增加有直接关系。发炎牙啃中的细菌会进入血液，导致大脑动脉形成斑块。柳橙的高果糖含量使情况更加复杂。平均而言，一颗大柳橙含有17克糖，其中大部分是果糖。肝脏处理果糖的方式与葡萄糖不同，果糖代谢的副产品会产生尿酸，而众所周知，尿酸浓度升高是中风的已知风险因素。研究显示，尿酸浓度高的人，其中风险是正常水平者的2倍。在王女士的脑出血情况稳定后，我们被迫彻底重组她的饮食。我们用甜椒代替了柳橙，因为甜椒含有的维生素甚至比柳橙还多，而且没有潜在的有害交互作用。一颗柳橙仅含有70毫克的维生素，但黄甜椒含有340毫克的维生素。此外，黄甜椒中不含呋喃香豆素或过量的果糖。他的血压稳定了下来，随后的扫描显示出血已完全停止。
强烈建议您，如果您目前正在服用任何药物，特别是他汀类药物、statin、抗凝血剂或降血压药物，请避免食用柳橙。当有其他更安全的维生素来源时，冒这个险根本不值得。既然我们谈到了抗凝血剂，名单上的下一种水果曾导致一些病人死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水果与这些救命药物之间存在潜在的致命交互作用。第二名是葡萄柚。食用葡萄柚是如此危险，以至于许多药物现在都明确标示禁止与其同时服用。然而，数百万人选择忽视这些警告，或者根本懒得仔细阅读。在干扰药物代谢方面，这种水果的威力比柳橙强上10倍，因为它是所有柑橘类水果中呋南向豆素浓度最高的。仅仅喝一杯葡萄柚汁就能改变长达3天的药物浓度。统计数据令人恐惧。有85种药物与葡萄柚有危险的交互作用，其中43种药物有可能导致猝死。根据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 Scientific 上的一篇综合评论，葡萄柚可能导致严重的肌肉分解，进而释放出会堵塞肾脏过滤器并引发中风的蛋白质。这与中风风险特别相关，因为葡萄柚可以使血液中的他汀类药物浓度增加高达500%。我曾治疗过李先生，建筑工头64岁，他因高胆固醇正在服用阿托伐他汀 （Atorvastatin）。为了改善健康，他的妻子开始为他准备新鲜葡萄柚汁。在2周的时间内，李先生经历了严重的肌肉疼痛和深色尿液。当他到达我的急诊室时，他的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 数值已达到每公升50单位，比正常范围高出300倍。由于肌肉分解，他的大脑各处遭受了多次轻微中风。葡萄柚的潜在危害不仅限于它与其他药物的交互作用。葡萄柚中含有的柠檬苦素 limonoids 能够干扰血管壁内部的钙离子通道，这种干扰可能引发血管痉挛，特别容易发生在大脑较细小的血管中。甚至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人群中，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葡萄柚也会使中风风险增加59%。根据一项在日本对20名成年人进行的研究，葡萄柚已被证实会透过多种不同的途径影响血液凝固。它最初会抑制血小板聚集，这听起来似乎是有益的效果。然而，随后它会引起反弹效应，导致血小板过度活跃。这种凝血活性的云霄飞车效因可能导致缺血性和出血性中风，为这2种事件创造了理想条件。此外，这种水果的高钾含量，每半颗葡萄柚含340毫克，加剧了这些危险。为了恢复行走能力，李先生不得不接受为期6个月的复健，并在加护病房住了3周。经调查，我们发现葡萄柚导致了横纹肌溶解症及肌肉组织的完全崩解，这是因为葡萄柚显著增加了他体内的他汀类药物浓度。在他的肌肉被破坏后，释放到血液中的蛋白质形成了血栓，流向了他的大脑。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种类的药物，唯一安全的葡萄柚使用量是0。由于葡萄柚的影响可持续数天，并会与抗组织胺等非处方药产生交互作用，因此即使目前没有服用任何处方药的人，在食用葡萄柚时也应格外谨慎。您可以尝试柠檬水来代替柠檬汁，它的风味与柠檬汁相当，但不含任何有害化合物。至此，我们来到了最令人震惊的水果。这是神经内科医生多年来一直感叹的一种水果。尽管食品工业继续将其推广为超级食物，但是留在我们的危险名单上排名第1。
石榴之所以为居榜首，是因为它将多种与中风相关的风险结合在一个看似健康的包装中。研究对这种水果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尽管它被积极行销为对心脏有益的超级食物，但石榴含有促进凝血的糖分，同时也含有所有水果中浓度最高的抗凝血稀释血液化合物。这种组合在您的心血管系统中创造了一个混乱的环境，可能导致各种不良健康影响。数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根据2021年发表在《中风研究与治疗 Stroke Research and Treatment》上的一项统合分析，该研究检视了25个案例，发现经常食用石榴会使55岁以上人群的出血性中风险增加67%。其背后的机制在于氨石榴苷 punicalagin 这种化合物会干扰维生素 K 的代谢。石榴有可能导致大脑自发性出血，因为它们破坏了负责适当血液凝固的系统，而这对止血至关重要。张教授69岁，正是石榴行销目标群体的典型代表。他非常重视健康，定期锻炼，并且因为据称具有抗氧化特性，而每天饮用石榴汁。在一次讲课过程中，他因我们后来诊断出的严重脑内出血而昏倒。他没有服用任何抗凝血剂，但他的国际标准化比值因而用于测量血液凝固能力高达 4.8。因为石榴汁的缘故，他的血液简直变成了水。当考虑到石榴几乎总是以果汁形式饮用时，风险就被放大了，因为果汁浓缩了其中含有的有害化合物。制作一杯石榴汁需要3颗完整的石榴，其中含有134毫克的氨石榴苷过敏原。这个浓度足以在长达96小时内阻止血液凝固。更糟糕的是，市售的石榴汁经常含有添加糖，会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达到危险的高水平。然而，石榴带来的危险中最诱人的一面，在于它与保健食品产业的交互作用。许多食用石榴的人也会为了所谓的健康增强而服用有姜黄或银杏。每一种膳食补充剂都有降低血液粘稠度的能力。当与石榴结合时，它们为脑出血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环境。除了每天喝石榴之外，张教授还服用了这3种推荐的补充剂。一份石榴含有35毫克的草酸盐，使其成为所有水果中草酸盐含量最高的。草酸盐会结晶，这可能会损害血管壁并引起全身发炎。由于这种持续的发炎，大脑中的血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脆弱，使它们更容易破裂。研究显示，独立于其他因素，摄取大量草酸盐会使中风险增加40%。张教授在遭受脑出血后侥幸存活下来，然而他无法清晰说话，被迫从教职退休。我们确认，在他体内类激素月的石榴汁摄取量是导致他出血的直接原因。他的康复要求他完全戒除所有稀释血液的食物和补充剂。即使在那之后，他也从未完全恢复以前拥有的认知能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将石榴行销为健康食品是营养史上最重大的欺骗之一。如果您正在寻找抗氧化剂，您应该从青花菜或菠菜等蔬菜中摄取，这些蔬菜不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如果您一直定期吃石榴，您应该咨询您的医生检查凝血因子，并考虑立即停止食用。鉴于这些水果有害，您可能会想知道是否有安全的水果可以食用。答案是肯定的。我将讨论我个人每天食
用并推荐给每一位病患的3种水果。多项研究证明，定期食用这些水果可以将中风险降低多达52%。第1名是蓝莓。就大脑健康而言，蓝莓是无可匹敌的冠军，研究证据确凿。这些微小的浆果含有称为花青素 anthocyanins 的化合物，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并预防心中风的发生。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指标性研究发现，每周食用3次蓝莓的女性，其中风险降低了32%。该研究对93名女性进行了为78年的追踪，奇迹发生在细胞层面。一杯蓝莓含有84毫克的花青素，这些花青素能够穿过血脑障壁，直接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潜在危险水果不同，蓝莓的升糖指数仅为53，这表示它们以缓慢而稳定的方式释放糖分，不会引起不健康的飙升。为了避免接触农药，建议每天食用一杯新鲜或冷冻的蓝莓，最好是有机的。冷冻过程会破坏蓝莓的细胞壁，使化合物更容易被吸收，因此冷冻蓝莓含有更高浓度的花青素。将它们与原为希腊优格混合，制作出一份既对大脑有益又能提供蛋白质的早餐。第2名是酪梨。尽管酪梨在技术上被归类为水果，但它对身体的影响与富含糖分的水果完全不同。这些食物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减少发炎，并增强流向大脑的血流量。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发现每天吃1颗酪梨可将中风险降低45%。根据宾州大学的一项研究，酪梨的钾含量为609毫克，但与香蕉不同的是，由于酪梨的高纤维和脂肪含量，它们释放钾的速度较慢，因此避免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潜在危险钾离子飙升。此外，它们还含有叶黄素 lutein， 这是一种特别存在于脑组织中的类胡萝卜素，可防止中风造成的损害。每天半颗酪梨是理想的分量，因为它含有10克纤维，有助于维持全天的血糖水平。我要么把它涂在全麦吐司上，要么把它放在沙拉里。此外，健康的脂肪有助于吸收其他食物中的脂溶性维生素，进而放大这些维生素保护大脑的效果。第3名是草莓。当研究人员发现草莓是预防中风最有效的水果时，他们对一项包含450名参与者的大型欧洲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即使考虑了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每周吃2次草莓的人中风风险也降低了30%。叶酸维生素和鞣花酸 ellagic acid 的独特组合使其如此有效。一杯草莓仅含85毫克维生素，不含柑橘类水果中潜在有害的呋喃香豆素。此外，草莓含有类似阿司匹林的天然化合物，称为水杨酸盐 salicylates。这些水杨酸盐像石榴一样可以预防血栓，但没有出血的风险。由于传统种植的草莓喷洒了大量农药，因此尽可能选择有机草莓是最好的。直接食用整颗草莓而不是榨汁，以获得纤维的全部好处，这有助于减缓糖分的吸收。每天食用8颗中等大小的草莓，您将获得最佳的保护，而不会摄取过量的糖分。这3种水果对保护您的大脑具有协同效应。当我治疗病人时，我经常建议他们准备一份每日护脑碗，包含这3种成分：蓝莓、草莓和酪梨片，再撒上一点亚麻籽粉。这种组合已经帮助我的数百名患者降低了中风风险，同时仍让他们享受到既美味又令人满足的水果。
我们现在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在结束之前，我真的希望您能告诉我您今天来自哪里，请在下方留言。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尽管提出。此外，请确保点击订阅按钮，并调整通知设定，这样您就永远不会错过最实用的健康建议。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引起了您的共鸣，请留言1；如果没有，请输入0。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否曾在食用您认为营养极佳的水果后出现奇怪的症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您是如何解决的？我们渴望听到您的想法和经验，所以请随时在下方的留言区与我们分享。感谢您的观看。